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相信好多人都同我一樣好有共鳴，又會令我哋反思自己人生嘅書。也許你該找人聊聊。作者係美國知名心理治療師羅里·葛特利布 （Lori Gottlieb）。呢本書特別適合所有喺人生中曾經或者正在經歷緊迷茫、挫折、孤獨，或者渴望深入理解自己內心世界嘅讀者。佢唔係冷冰冰嘅心理學教科書，而係一本用真實故事串聯起嚟，充滿人性同埋溫度嘅書。好多人成日覺得心理治療呢係有病先需要，但係其實唔係咁噶。呢本書透過作者自身經歷話俾我哋知，心理治療唔係有問題先去，而係幫助你更加認識自己，學識點樣處理情緒。作者本身係心理治療師，但當佢經歷咗一段重大感情挫折之後呢，發現自己都需要人陪伴，需要揾個人傾下。最後佢決定自己都去接受治療。呢件事話俾我哋知，心理治療並唔係淨係弱者先需要，而係每個人生命中都可能需要的資源。本書仲分享咗4個病人嘅故事，每個人都遇到唔同嘅人生困境，但最終透過心理治療揾到方向。第一個係約翰 John， 一個成功但係冷漠嘅電視製作人。佢成日話人黑口黑面，但其實佢係用憤怒嚟掩飾自己對獨子嘅悲傷。治療過程令佢開始學識面對內心，揾到平靜。第二個係朱莉 Julie， 一位年輕但係罹患癌症末期嘅靚女。佢透過治療揾到活在當下嘅真正意義，明白生命嘅重點唔係長度，而係深度。第三位係麗塔 Rita， 一個70幾歲嘅女士，覺得自己人生已經無意義，但係心理治療幫佢揾返自我價值，話俾佢知永遠唔會太遲去改變自己。最後係夏洛特 Charlotte， 一個不停撞入錯嘅愛情關係嘅年輕女仔。透過治療，佢終於睇清楚自己一直以嚟對愛情嘅錯誤認知，決定停止再傷害自己。呢幾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每個人都可能會有自己嘅盲點，而呢啲盲點可能係嚟自我哋成長嘅過程、童年嘅創傷，或者係對自我錯誤嘅認知。我哋好難做到自察覺，但係透過治療師嘅協助，可以睇清真正嘅問題所在。呢本書同時都澄清咗幾個心理治療嘅誤解。首先，心理治療並唔係直接俾答案，而係透過對話引導我哋自己去揾到解決方案。其次，唔係淨係心理有病嘅人先需要治療，任何想更加認識自己、更快樂生活嘅人都可能需要心理治療。第三，心理治療唔係一種快速解決嘅方案，而係需要耐心同勇氣嘅探索過程。讀完呢本書呢，我哋可以學到3樣重要嘅嘢啦。第一，無論你係咩人，總有時候呢會需要人傾訴。第二，承認自己有問題唔係弱，而係一種勇敢。第三，真正嘅改變來自了解自己。當你識得接受自己，你先至可以真正變得快樂。最後呢，我想同大家分享本書嘅核心信息。人生唔會因為你明白咗佢而變得簡單，但當你了解自己，你會變得更加強大，面對未來嘅能力都會唔同。如果你而家正經歷迷茫、困惑，可能真係時候揾個人傾下嘅。多謝晒大家。如果你都覺得呢本書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。多謝晒大家。